再过几日天就是端午节节，突然之间想起来还有个蓝氏粽子也分送个嘞。预祝年讲着，粽子们单吃善有的忙，犯不到地位选的大人发来哇，退休工资3600，忙一忙起码100多。哦，蓝氏们吃大肉粽，该出来个学生子们吓一日天西北风，天下暑假行不通。今朝礼拜日，大人发最嗨时的，免费品尝吃蛋肠，中饭菜再来多排队子。哦，慢慢吃，鲜肉单一弄一张，洋饭不喊罢不喊，先来一杯牛脑哒哒。不吃罢不吃，粽子来一块，现在不吃饭倒不是发转机。哎呦，一大鱼是吃个还不是，豆腐来一块，不吃动力个米蛋水是。当边还有3鱼嘞，来弄到拉米缸，豆皮吃饭，现在去买粽子，煮来到里啊，卷块，大人发量身定做，好登节。包着3个烂套套，粽子吃脱，我也选在老师东那去换鞋子。想来想去，还是一个粽子最实惠。半斤1个头黄肉粽，给我来8个。你快让你鞋子洞里上脱。真嗨！再来鸭鱼鸭蛋，到端午吃5黄、黄嘴、黄瓜、黄鱼、黄肉、鱼鸭蛋，明年后年到后年，1年送1样，悉数上来。真叫好难噶啦，做促销。不晓得是大专还是本科啊？为研究生噶，大龙货比往好。那哈，再穷2只本到来是哒哒，想法万大。50年之前，你讲我个 XY 方程式，我单是数字半数人生啊分数出来，为啥代理大家30年工龄，你一个退休工资13600，我只有3600。休闲食品区，海产包加个么子，行情当时。听说韩国人到中国来白相，专门选在上海平云馆大人发起海洋卖，过去是搭错他个筋。布丁来呀，孙子最欢喜。哎哟，像啥菜高预算做啊？今朝为止孙子好出气着，因为你是我下半世人生唯一个寄托。